小声一点啦，彤彤姐姐，我跟点点在玩捉迷藏，我要躲在这里哦。哦，好，嘘，捉迷藏。奇怪，亮亮躲到哪里去了？彤彤姐姐，你有看到亮亮吗？那你觉得亮亮会躲在哪里呀？那点点，你找过点缝了吗？那是哪里呀？点缝就是房间，点缝。那里我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亮亮啊。躺哈客厅，你找过了吗？有啊。那你要不要再仔细的找一找躺哈的各个角落呢？好，我再仔细的找一找哦。亮亮，我找到你了啊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怎么找到我的啊？躺哈客厅。彤彤姐姐，这花是要送给我的吗？不是这是要拿去躺哈插的花。那这一束呢，也是要送给我的吗？这一束啊，这也是要拿去躺哈插的花。点缝房间。亮亮，要睡觉去点缝啊！哇，我没有要睡觉，我只是想休息一下下。亮亮，要睡觉去点缝睡了，乖。好吧，你在哪里啊？那一边。那一边。大家知道躺哈还有点缝是哪里了吗？哈库啦啦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呀。